为着要推动长距离的医疗服务，卫福部是修正通讯诊察治疗办法，适用的对象原本是5类，即马变做是10类。慢性病登记用药，也有疾病末期，甚至是收容照护等等，全部拢算在内。有计有200多人会当受惠。这新法今年7月初1正式实施。新冠疫情期间，轻症确诊病人应透过视讯看诊，降低到院所看医生传播病毒的风险。疫情过后，为提高民众看医生的方便，卫福部发布修正通讯诊疗治疗办法。若是经过地方卫生局审查通过，或者是伫健保报告式给付计划有限，医师都能用线顶看诊。比如说像糖尿病的病人。医师就可以利用通讯诊查方法，这样子可以降低，就是说病人来访就是医疗机构这边产生的一个舟车的劳顿。卫福部表示，除了原本的急性后期照护等5类对象，新法阁增加5类特殊对象，包含慢性病照护计划受限病人、疾病末期照护、矫正机关收容照护、行动不便照护，也有灾害。传染病或者是其他重大变故照护，有个差不多有247万人受惠。不在计划之内，医师去做这种通讯诊疗，那但是没有计划通过的话，依照医师法是要要处罚的。试税员强调，若医师违反相关的规定，为民众实行看诊，会照医师法罚2万到10万。另外，新法要调加开放医师应用通讯方式来开处方签、检验、检查单啊等，也强化通讯诊疗的治安规范。新法按算伫7月初1开始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